湾50岁以上的民众，大部分细汉都捌出过片，喂过一届就永远免疫。后来囡仔嘛拢会注疫苗。也毋过最近咱国内佫出现一寡境外佮本土的麻病，有啥物爱特别注意的？咱请常英来为咱解剖。 是主播解剖新闻有理路有深度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常英。今仔日咱要来关心的，就是高雄这个头一个对境外入来的麻的病例。这个病例，伊是一个20多岁的男性，4月初1的时阵对柬埔寨返来到咱的台湾，伊是对桃园机场第2航厦这个所在入来咱的拱门，了后随去坐高铁675车次的第6车厢，了后呢是一路落南坐去到高铁。 即个左营站，过当工的时阵，也就是4月初2，伊个去到高雄大湾北来食海底捞的即个火锅。4月初3，个去即个高雄汉神本馆的可瑞安即个餐厅来食韩国料理。4月初4，也就是清明的时阵，伊个上北去到台南的安平来食王氏鱼皮甲冬季豆花。其实即个病例，伊伫咧发病期间，也就是上5月的迄4、5天。 伊拢无做好即个防护的措施，所以高雄市卫生局是特别提醒观众朋友，若准讲你的即个脚链有甲即个病例有相踏着，安尼一定要注意，伫咧4月19至4月22之间，要做好自我的监测。要若即个自我的监测到底是啥物款的内容咧？就是讲，若准你今仔日有发烧。 家扫鼻炎，也是红目痫，甚至讲是出血、出即个麻啊，即个时阵一定要注意，赶紧挂喙安紧去看医生。另外，伫遮咱嘛要替观众朋友做一个说明，也就是讲，其实即个麻病有感染过的人，就当讲做是将死侪人伊是免疫的。也毋过，若准你厝内底有即个还未杜侪的囡仔。 要未杜侪囡仔，伊是袂当来做麻病的疫苗。也毋过，若准讲你今仔日真正有即个必要，需要带细汉囡仔去到有麻病的疫区，安尼上无爱等即个囡仔满半岁的时阵，也就是6个月的时阵，才会当去做第1剂的麻病疫苗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剖新闻，咱即马甲现场交等了主播。